公布进前公布防疫照顾假，公务人员嘛会当请。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决定讲，公务人员同款会当请14天防疫照顾假，也毋过假会当请，煞无薪水通领，嘛袂影响到考绩。台北市政府讲，一切拢会配合中央来打合。前台北市劳动局局长，也就是现任立法委员赖香玲建议，应该爱先调查敢有需要，莫干那会当休假无薪水通领。另外嘛，考虑会当提案规定特别条例，延长家庭照顾假提供生活照顾的津贴。为着对付武汉肺炎，中央宣布高中高职以下拢较晚开学，不过就惊国校以下学生无人照顾，劳动部杀防疫照顾假出来，即马含公务员买当请。防疫照顾假，我们肯定我们会今天已经发函给所有的中央地方机关，照顾假一定会准假，可是不给薪。中央决定公务员会当有14天的防疫照顾假是无薪水的，袂影响到考绩。目前公务员内底有12岁以下囡仔的比例占超1/10，有要3万人，袂影响到正常的运作。不过，前台北市劳动局长也是现任立委的赖香玲建议，应该爱先调查需要才来做决定，袂当干那有无薪水的假一个选择。调查之后，再确认这些需求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协助家长们处理。决策上面给薪或者是给津贴，我认为是一个也在有限时间上面还是可以做的一个方式。台北市政府即马是按照中央的指示来办理。台北市政府是跟中央一体的，我们是公务机关，所以从昨天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跟中央反映这个事情。收到公文的话，我们就会依法办理。中央实行防疫照顾假，希望企业买当地来做，进一步保护劳工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